金丈夫，一大不大，今年已经32岁。为知男人金官生出妻子不久，屋里向实在昏闷。加上今朝5月端午，娘娘随让四衙门女郎下要看龙船子。来想四衙门宫中不改了，上头不改，下头不改，16改，这里一个字看龙船。不比我的阿妈娘姨有是侪是白客，真知这里一个字。分家的等到吃过饭，男儿高浪向个人啊，你要混不好的，打个小时刚浪用得了，太北行来看龙船，顶顶做你们个2个女人子，搞得来好么子搞不好。那么各种家庭里面难受恶一点点，菜子阿卤，白子阿米，百姓那为大个阿三。那么有种男人嘛不好，没空个家伙的还不走，叫这个没有一个女人跟我家点多，这个名堂叫做个，做不得这样啥个。年纪大点个老太君那地上才不人才。那么有2个女人抬起头来看见京都娘娘四衙门女嘛，哎呀是的，哪里都能个小女，大家的家人家个当家人，你都比过改2个东西，你能个干京都娘娘听见，可听得了到底那个龙子要看不了，娘娘想把手头不改的空了啦，马上快叫南地我人，我以后个上苍偷特，不好上分。台子上向么中子谋的为四座讲说，关键是女才好进来，男人不许进来。昨天来才讲的，要弄不清爽。就说等到下头通通在发好事里，京东娘娘在下头一口嘛，一个人也不能进去。各种女人最各自的在里向忙忙嘛，才不够进去。昨天嘛，这个保障保上。台上像种子了，毛堆了，当是马桶里的，当是狗地上了。那么娘娘在叫我的，是去高台看门读最听读咖啡追路子，去来上一课。叫对来，第一个女人进来了，后头就有人进来了。我都要进到我的，莎莎。哎呀，妹子啊！娘娘快叫你来上一课。来上一下。女不在哈进来，哪个不许进来啊？为啥家？哎呀，金刚的笼子的很就弄不清爽去了。啊，有什么子哇？啊，来上一课啊！啊，晓得。最路上想不了呀，就说别动的我来上一来。等子不你们石头一干不进来呀，一口嘛闺蜜过来个邋遢，别去玻璃头来试试看，叫这一个进来子才会得跟进来。最路是过来的。喂，哈夫啊！哎呀，这位大娘娘。哎，是呀，哈夫啊。你做啥家？哎呀，看龙舟我做啥家？哦，搞得嘞。是呀。这刚一把年纪2了出来。哪了？今朝不知哪几斤，干忙的。好。哎呀，要想回州去嘛，那看人走了让过来。是呀，搞得是俺样式。2了出来。你哪搞得过里多呢？是呀。哈夫啊。啊。你来娘。啊。到里乡去看娘。里乡嘛，干不人干呢，看起来嘛来这个天上。豆皮我们有粽子吃，开锅嘛还有傻吃，进去娘。哦，那是开店娘娘。不开啥店哇？开个看龙舟店。哎呀，不对个，你娘娘行方的一样。哦。哎，别动的娘娘进来娘。真的？哎。不要乱哦。哪了？酒店把里通光大师4个铜锭。不要吃子点心，手浆是要龙浆。哦哟，还不得放心呀，一个的也非要那个呀。哦。哎，女的们才好进来的，男的们一个不能进来的。哦，是女们才好进来。哎，为这个想象对了啊。有什么子？有什么子？哎呀，你都来呀！好不一朝水嘛还有，今朝里根家浪向人出来要杀死的，侪是女。你阿姨3先生、4妹妹、6子，7好步，通通带进去。
加上真正一些功夫下头这个不该的，搞得实实在在，搞得呐喊，搞得快师傅了一个啥门路上应用着，那么人这个气装也头挂的，搞得了同框差不多一张么得出行。真正一些功夫嘛，台上向中指满头晒大光，四只茶缸里已经空，苏了浪子上场等到头他妈看龙舟来得个好。加上我刚才个班女人进去了，有一个人跟着一代里中，还进去。上你们队伍里的老板朱小姐的妹子叫朱三小，跟着一代里中。搿辰光3次他养个小囡。刚才老婆送到金家里，把那队伍里的老板谁得起？后来吃奶奶就是吃里的。来想日家要花得海里经50开外头。今朝个朱三家替阿哥端起，阿哥往上看龙舟分海上，年纪大子啊，有当时把他身体气出来，跟那海上那么多，我还吃2个铜钿盒子，海才不海。那阿哥搿辰光发起个当口穷得来，我大子衣裳养对搞门来了忘记的，今朝对起，一口子也要去看龙舟，在海里一口子看龙舟，身浪向把他新衣裳嘛拉铜钿桶买把手子，11个铜钿买一把暗虎手子，你看见别人家手子下头谁有只坏了坏个手艺，加上个朱三在想着，万一我做乡里还有一只啦，一只杀个的心灵。其实是虐心灵，假日里人礼佛时候当里杀个。倘使你晓得石洞里老在去比码头，女结果去接上去，身边嘛扛着俺几十个铜钿，马的第一个一个吃。但还今朝里出来不想嘛，家浪向去找一双新伢子嘛上当，搿双鞋子小得俺一点点，搿老皮两个袖头分袖足。搿爬上去的辰光硬劲爬了，到高浪一追，这个脚一热了，脚胀了，而且里有鸡眼的，搿头名鸡眼那样想，脚痛着。现在嘛，现在里从到这不该里当中去，搿脚痛呢，树林子看龙舟蛮好，但还真正一些功夫龙舟来的，蹭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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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金东娘娘四衙门送上龙舟一上来，15娘娘，金东娘娘嘛放地上，当这对他的两个秋子嘛龙舟的还出人，到西门外是西江洞口去，今朝为有压身，无非像个从海头来跟出去，金东娘娘的还爬拉盖到长坡浪在下头一看嘛，这个不该的这个女人在浪塞出去的。来个辰光零零散散，现在去个辰光等当去，想不到不该对还是这样心人。不记得金家一个男地下人，等到个班女个都散脱以后嘛，李玉外也要到西门外去看鸭子，所以拼命浪水长灯。一口嘛，他还外听一个女人坐了上顶部不追，啥人么做三条，啥地不追么脚痛，这个脚痛连耳子痛女性追了别个人。脚痛顶不哈么呢？所谓些积力，那你唯一想达到地上，大概这个痛叫阴性沟通。你做了那么这个地下人在那边跟那只钉子，嘴里蛮客气，没得的，没得的，这吃多饭个人才懂，慢慢叫就是很多话。我娘娘，没得的，我娘娘，没得的。硬硬对比，搿只脚刚刚立到地上，屁股前翘离开凳子，里个只长灯啪一进吹头，肩高浪的，没叫的，你俺去，朱三家等到出四衙门，一口吃的也无有一口是杨柳鱼，身体的浪水浪向开个，脚实在痛不过，加上这个只脚抽起来的，几个张水我自家个脚嘴里一把起拿了。而且拼命的镇静，啥天呢？让君子这个血脉不糊了，让这个痛还不过到还没说是。这叫身浪向又有痛苦人过到热了，衣裳裤里把手指拿出来，要收拾，
眼睛在屋里向了上看，因为那个男人吃肉浪饭，还有男人的朋友种皮肉跟么脱的都大大，吃的嘴的，今在最头几下不了，那老师。发现那个手子吃，那让手么活的个手子个啥心灵，太阳光射了让光滑手上，手手定定嘛定定在一浪手。金东娘娘，把了让四衙门里了让口痒的，一口嘛隆隆rod再拉出去，谁都差不多噻。女儿在闺蜜一口嘛呀，那这个女人就一直叫叫，都叫到谁呀？一直叫哪里都是个叫。哦，这一口嘛，一直叫抽起了了，给了那有的屎浪下，只看见女人手里向拿把手子，这个手子，太阳光照了让光滑手上，看上去这个手子是亮不哩，不知啥么子口，也想口不清爽，因为你手结了了，手结嘛，这个手上灰结。哎，凳子一些只看见把手指不拉胸口的，这个手指当了啦，哪单还抠一抠，也想抠不吃一浪浪手指。哎，这凳子现在顶住来，哪还抠的？金东娘娘当着金人对手指一抠，哈，有心灵玩，今个里手脚吃饭，有心灵哪会得了让女人睡？娘娘这一想不对。因为我一直让千几岁姑娘，还为心机着了眼花口错，为啥放来还来看？啊，放来，娘娘，你看这妇人啊，手中的是为什么东西？哎呀，娘娘哪能看不懂搞手指啊？大家看，加上博得仓盘上在下头一看那个四衙门里发个几乎，忙我去被补上去，我心灵问。二天看见下头一盆寒黄素的，年数都不过，颜色变特个子，都要打出去哪能让这个女人睡？娘娘，这个门真家守家之大，有心定呀，狗是心定。是啊，那我实在有心定，不会这两个人才口错。有心定真家守家之法，16年的小姑娘打出去，12个宝贝小姑娘特得须是看上去凶多吉善，那这样子，今个里一家人家统统在那我身上，害我们大龙饭，就是金东娘娘点点小叫不好的痛苦。哦呀，夫人。
夫人回出来，打死个咱心里大主。就说现在新定了女人手里，男人不知去向。看上去像我个男人，打这个女人有啥往来讲？啊饭娘娘。听对娘娘可是拿不来说出来，都都要守家之宝为的不那个女人了，这口上去打这个女人白玉大的，不是个中门男把他踢碎了让离水。王来对娘娘看看难看看这个女人看，几乎年纪的50开外的，谁讲16年的看的自杀病人。不个种事体，你都要为的。这个男女心灵的让历史里面，往来想我看啊，一定另外有一定女人，谁是家人，三毛上的，打这个女人认得，你都要么当中啊你拜托你，娘娘。罢了。我想夫人必是花女，她出人间真细了，我们大意谁是夫人这心一地，当中往里谁托个女人成功的，那么总要不敌下一不离么谁家都要来过比起出去分打动力，那我心灵不知来吧，所以了让历史我可办事干，把那月心恩定相随昨日老举目啊，我劝你们须半空莫心焦，今朝几根能知以后妙，你3个16年的放推到儿子，今朝你无意当中看见这根儿子非要哭，假的我这根水水下的，一水水下下这个顶脚儿子在地上耍打，你都要出去子不知严重，心灵里打出去，现在心灵的那里水里，你随他们这个女人来落大来，都要带弟子兄弟去，这个女人在地上耍打火，一门都晓得，你可以啥个勇敢？娘娘，来看是有这个没。娘娘做你的代价，既然现在女子先送应当摘下去，不过现在我娘娘心里想落落乱，想不出别个办法。啥来？我娘娘方寸已乱，你去奴备吧。这娘娘吩咐，今东娘娘心里想落落乱，高头把他放那个门来当去办。叫上王来，马上他屋里到屋里去，我最近都刚才追路是海上来，只把他最近都刚才去。你看这个夫人啊，一个女人的哈家，对呀，就在弄错人啊，那开了树浪向一大家抽起个，多叫他提来一个。娘娘要一个人，这样去好里要安排10句话，我的配搭代购房听了。娘娘也我也不门的，这样好里要一好里要不够讲，天定不能够好里，不能帮你吹啊，金家里讲人家在哪里身上。口明白说，
有什么子玩？是我们方来听娘娘要进河里，两记歪掉的带个么屋里阿妈娘一通通跟过去，手打房听喇叭啦等这个女人。最路上弄不动，哪大的娘娘看看龙什么一起个女人来噻，儿子就说今个里一搞人搞在那个女人身上，我给他推回不去，要努力屁股来，想好一番闲话追过来，追在你身子边。哎呀呀，董娘娘！你看你这个，就是请我吃粽子了毛头了。哎呀，开店娘娘！哦哟，我不开啥店哇？还是开口龙就对了。不对个，娘娘哪方便呀？啊。哎，董娘娘，你那啥家？交通。哦。头名几眼。哎呀呀呀！那么我那口屋里下有皮肉，跟我拖的都大周期。哦。三夫人这个呀。儿子，董娘娘，我你说了少南户家？别去说哩。说出来真正叫太太。哪来？来这个月亮东家的里啊。我那东家的嘞。家真正做事偷不响。今年的门娃对对周期子哇。切噻！我有两个品酒，还是老东家。哦。而且你比如到来去吧。呀。啊。把口子龙头，把这个点心，我要送周期是开年我都我又是第一个飞来玩。哦哟，俺的啥家？比如到来去第一个呀。阿姨家。第一个。咱们要么刚好出两的距离呢。还管。刚好讲。哎，有什么子玩？不能客气讲。现在是我哟。你咋说呢？是嘛？讲个两句闲话，马上就要开开。啊。哎啊。那么我呢，跟那给他等啊。那样是样的是个灯了，太阳阳这个呢，带你上去等些呢，然后在那打对勾呀，去收他一些。你专门又是让他痛还是？在哪屋里去东西啊？哎，去收些呢。阿姨也开讲。谁也开过两句闲话哇？啊。这呢，猜哪一步啊？第三角，来讲西人角、头名角，第三角。大心哦哟，哎说嘞，哎呀，带谁？就是哪屋里啊？说得出个来，我屋里是俺做噶，东高屋里。哦，东高屋里啊？哎。那么哪年？哪里那个买的那一只是门工给？哦，那个做门工那是门部。门。嘿，是家。你还有谁那个家？一个女子。但是门子啊。为苍蝇嘞，你下来呢？啊。哎呀，商量到山灯多的啦。哦，是个山灯家，这叫雷灯。出关的先不来哇。哎呀，明白叫雷灯呀，这边做起来在，等了娃娃来破些叫雷灯。哦。哎。那么小天我里头说了自己不会带去的。那上不能偷来偷去，弄得顶上在什么不灯样的。哦，我叫雷灯。哎，叫雷灯。哦。对了呀。啊，我要进去了。哎。哎呦呀，说起讲。说你都讲人家特别的啦。哪来？那台子上车子坐匀了，哎呀，靠背上在装马嘎嘎。哎呦，也基本来侪不懂的家。台子上像脚子围，靠背上叫衣皮。不是马嘎。不抬高冲得出马嘎出来。哎呀，这是选个啥火锅啊？是哇，你还得讲究哇。哎呀呀，别人讲人家不装都弄得靠背上向。嘿，你还得在这个。对了娘。喂要进去啦。对了娘。哎呀，这条龙堂啥个黑的啦？啊。这龙堂叫白龙。白龙啊？没人这个难追你。你等下，最后眼睛过来，两头洞里一只大不来门，里向有高子了，还一大把灯车，灯在边上么上亮。姑娘。啊。俺上亮在。加上一块来门里向个鱼了，让扑出来，灯车一步，只三家要肉痛了。像我腰里困个的两根啊肉毛的，你看他一根的了，一步，而且个鱼了让扑出来。你都讲人家真他来我。哪来？鱼了让扑出来，灯车一步的了。嘿，你这是俺管。真多的样子，你天口上去4两鱼不够管。4两了嘛，不让倒他4斤也不够的嘞。4斤也不够的啦。是哇。万一我们呢，都该讲人家有几户人家。那们上日老日。上日。对2个。何日呢？对28。要对28的啦。对。万一我们上那看，你都该讲人家也吃豆腐噶。你啥都没去吃豆腐去嘞？你是不得也去管？哦，有啥子你当也吃豆腐噶？也去个。不那桩事体。啥体的？假使你到今家想到要吃豆腐，么天天我个阿哥。你阿哥啊？阿哥哪来？你阿哥开豆腐店的。我开豆腐店个。到那同家水通也都讲门面。哦。你阿哥叫朱三七呀？叫朱三七。我阿哥做2块豆腐喝得来。啊，真的叫。18岁人。啊。3开豆金金。儿子。
伢姑子我都不能的嘞。好啊。到那煮里吃起来，非要用牙齿下个。哎呦，再吃牙齿对我来分吃了些个。那么你到汤水要吃豆腐啊？哎。忙得多啊，那都会肯送的嘞。我会肯送啦。天天伢个。没喊去喊哪里啊？叫猪三去啊。叫猪三去。别忘记啊。为什么子喂？弟弟看头不能喝的。哦哟，晓得。不能忘记把了心了。哦，晓得是喂。到底是家人。虽如今这大哥对起马用，生意让睡觉不配，连牛也这已经是个阿哥。但还经过忙里下来，也弄不懂得上上火去。那俺带着家。那回哪里想呀？回家进去啊！回家进去了。这晓得这个我最走起俺模样了。可是他的台湾不是了，这样。是那我要走起的。哎呀，那这样啊？不，你个哪个要走来吃饭，我不赶紧进去的。这样。不，我要走起的。搿么最落是啊，你既然努力骗单子给咱们有心哈，你努力骗单子里向呢？哎，介绍你走你的王叔努力骗单子给的，不怕你讲，把你讲出哈。大娘娘，哼，哪个讲不难听？比如到南去了，情况结婚还是骗呢？啊，你去办的，不人家叫我痛的嘞，你真就啥地还是开始讲？我跟你说，你大娘娘演那个人。你都娘娘演个吧？哎。哦。哦，你都娘娘演我人啊？娘娘演那个人。哦。俺晓得一个啥然后？给他啥人讲讲？你俺金家里。出来火瓜。早点掉。哦。你娘娘啥人啦？你都娘娘啥人家？京东娘娘。呀，吃了瓜。你吃你瓜。哦，演我个人啊？哎。哦，演我。哎，问他两句闲话。哦。哎。我人家不认得当我有啥讲的家？我不要去管问那两句闲话啊，最好放在最管。不，我打你不认得瓜。他觉得问那两句闲话要这样。我夫妻。这样。京东娘娘吃了后个名气几乎等等，一想我女人哎呦好个，京东娘娘演我才比那不起。啊，这样，不去，这样。吐了白么里往地上向一啃，哎，才比那不起。哎呀，这样，那么也记着问，往这地上一啃呀。有了时候你不要紧，他的理想女人往粗粗的不下来，嘿，哥哥出来帮忙哈。对，一日之后弄了嘿。喂，阿娇妹子多啊，出来个把人呀，娘娘演个人，个人不肯进去，啊，想出来帮忙哎。那王一海么女士床里啪啪啪，跳出来4个粗书，绝对都比不出，可还那个大胖中在冰我个腰为啥？啥都在小新人带来个之后，娘娘要这个人不进去带那个头，说啥？哎，这种才是女人啊，让高让虎高。那这个人呀，不肯进去呀，帮忙娘多。娘娘要来你不进去呀，我会管子不来子呀。也是怕在，不然人带住。哎，我不来听了啊，听客气的听，这只能够头名听，心命也听的，听么那彩礼水呀，这姑姑浪大一步。往里向吐，哎呀，我不来听呢，往里向吐，一边也要好。王郎，海居民们弄得一塌糊涂。为好，旁听那个京东娘娘等这个女人发现那么说放来去口口，再去吓死你啊！不要么说等下门里闲话，搿桩事体要15年子，一好也不肯讲的，放来大梁屋里一大路往里向拉出来。江人到中门跟随着听见了那海居民。看你都非要好的，你来嘛海居民，打出来一口嘛该死，这还拿个女人地上下吐，等些的我还肯讲了，姊妹们，与我反手，哎，这都放手嘛，放呀，还不与我进去，啊，搿么说进去不？从所里要就买进去，放来带最近都讲下口口，一人个把手指了哈，最后是花指了让你衣裳锅里。放来一看，我看见这个还往手里还露出来了，带领眼睛杀难怪来出去，最近都好些出去。另外两个屋头眼睛拿里踩起来，身上像打里啪啪勾铃，这个来里带头的多。并且大家在让家里放姑娘，带里是呢多的啊，娘娘们这两三我呢最好最高，好是好屋里放心的。加上一大路进来听中门，到旁听天天的抬起头来一看，么是京东娘娘土壤当中来让去姐姐，只在加一口金章是土壤当中。娘娘的面孔蛮标志我来的，但是那不能吃一口越口越破，花眼色，小包眼睛，谁家兄听起102，2只水打了脚毛头，让我真正让老虎的挨着。
娘娘就逼上来，心里头哦，你像包菩萨那个，娘娘老上的，我你自个不称呼，不知哪不里想出来，我都下午当靠，自个就是个当，几次娘娘才。当我菩萨用的，想报大娘罢了，把这听走。董娘娘老上的，不够手改。改的什么手指玩？别客气，这个什么呢？谁家难受？也是看到讲协调个讲，你那里帮人讲讲协调。哦，你都来是我的啊？你等于上月也没协调，也没我的。董娘，怎么干着啥？身体要紧受的。那吃肉呢？得用得了。刚刚完了海居民还是半夜我拢去勾得来。但还只三家有口么金家里个哈那个社会就我讲句。菜农也是个人是个老是个干部，下头有沙土么上头有污盖，那么你看见啥一菜？这里个咯，城里天那么顶哈龙中头红火物，来个四部狼肉咕嘟个么杀开，开的了下头还有沙土嘛一菜，统统在吃光，加上个啥沙布拿到水里面个沙就在烫不够，这样收得浪的，吃起来不上气的，把手指袋也拿出来。李飞现在被你拿口里不手指。金珠娘娘一口一来噻，个手指嚓嚓挥。刚正等那西凉门女郎口都不大听上，再还现在拿把手指拿在水里口，但点是有心里。对。啊，大娘。是。水中的水儿，可能激怒也不。啊，娘娘也可不手指噻。说吧，都比我的眼睛弄一弄。娘娘手指嘛？啊，金龙娘娘拿手指贴在水里。叫啥个紫山家等到手指脱水没的想法，哎呀，出事体！这把手指里不能扣的，东家他妈的，含糊手指谁一个东西？一面是他是非洲来的账户是金阳岗附送大老虎，那个差吃老虎，别看见是都不新疆。哦，你晓得我吃老虎，来金阳岗附送大老虎，你还附送其他个百姓上吃不，别白面孔讲。那么讲。加上你两双眼睛说老子金都娘娘脑壳还有啥波毛个账我不要口气啊，那你所谓口气个啦？这到时候边拿那水里眼睛贴出子，还有啥波毛别口气哦，别口气哦。金东娘娘，手指滴在水里，趁自家心了，再还马上谁也口个手指在第二个心里，谁口手指不大好，别去你心，刚吃刚哎，先拿把手指来口，手指一开来一口嘛。我手指不灵，含糊手指，一米线卡，才是硬了啦。外面是河，金阳岗附送当了后，娘娘口子不加为例，一口手指上，可啥水深我去，一口，十头就心定。金东娘娘一个防人里，哈！你好不厉害，一脱水么个啥手背，啪，那是僵尸。对面长期无来的还连你来，到时我记得面孔觉得就是邓娘娘，这东西啊，这部手是个卤蛋说不然我也是要骂，我要骂女还杀人的，杀了个铁蛋顶边是该不好，金阳岗附送单了，来啥？来吃，要是还来吃，来很特的啊，邓娘娘来很特的啊，那是说我要当这个是吧？让我去后台上带到出来百万多吧，哎，很特的啊。娘娘可少条记得这个样式，可能还有点啥个名堂了还，重新再来口。娘娘一开来一口嘛，哦，金阳岗附送当老虎，本人家提我要吃老虎了，你说白子我会记得这个样式。娘娘走你现在辰光不那个了，再眼睛的手指，金钟娘娘关在屋头，我在说白三的另外再送白肉。那是娘娘个把手指还肯脱水个啦，面孔有点两样。大娘，邓娘娘，你等时儿
甚寒。很疼那别等呀，又不是我呀，我不我呀。你这是瑞哪里来的？俺们衙门回来回家。为心是这样不信都得来讲，还说这什么老大子，最后才老马开。啥么子？今个里手家几本，最后才了马子那个，再当去毛毛口。京东娘娘面孔必白，你个面孔比我也面孔，一米光一米白，一白一白。大娘，是这施瑞乃是金家祖上手里之宝，很有心定。20两1日6年哪里来的送着家来？实属不热，送不举呗。啥干？俺这个到回来回是你多么子啊？是啊。手家爸爸啊，也是夸有个种能事体做乡里也抗10多年的海里多门，也吃过事的。头明龙就马上出来口，我晓得说你家里个蒙夫人了，我又想皮头东西拿把它摆出来不多好。当时王在峰就在王，我爱看的海里多门。哦，可他回来回是你多干。哎，今家里个么子，说然后来是呀？大娘娘说门内是个衙门，我要来自10多年，这要16年才。娘娘一听这个，我3个人出去是4月16年，余文在哪里来的枪啊？根本我送着改变。快点讲娘，落得来个。刚子嘛有啥娘在的走去吧？晓得的话，一个男的要走来吃2万块。辰光会再来海来。一个比起来这个奶龙。哦。要不晓得儿子的东西也挺项目了啥？不严谨的，快点讲娘啊。我刚子也娘走搞。有什么子话？啥时候来的啦？我们爷娘搞姓朱。姓朱。大家在讲3条旁地噻。哦。我个男的么姓马，吃手浪饭的。哎。生意没经不做，一天到晚外头都不动的。我唔要啥个。啊，那么你开豆腐店的。哦，开豆腐店。叫朱三七。哦。那么我搞得紧么，大家就讲3条爷娘搞姓分脱的。哦。俺是衙门给他回来回来啦。哎，快点讲娘。那么刚子娘走去啊。有什么子要我回的啦？哎，大娘娘听病啊。一上兄妹是3当领啊，一个男的的生意不做，我还得阿哥地里去，你不肯呀？不肯到地里下去帮忙领啊。一想谁啊高不高哦领哦，可怜我们女工真知头日光领啊。你阿哥名叫朱三七，你多夫妻贫富有是相邻啊。平生爱看明白戏，叫啥哩7张票都侪不欢喜啊，欢喜看戏，欢喜看戏。搿年子咱们里读夫妻同年40年噻，40年看呀戏出，哎，那郎同家识得一个小儿郎啊，介绍了郎同家都看几个男爸爸。东同家女不是啥人讲3条话的，来不及送到堂里面就在俺他来我回来让街头多比。原来哪里？那么你阿瓜是不想奴了，看几个男小奴么就好欢喜，要进白到屋里来么收自家个儿子的。哦，收自家这样办法。小公身浪向么个他回来个叫啥？要心里。那拉小奴身浪。哦，那小公身浪。俺是外把一个大人的多山都是水的。哦。哎呀呀，小金浪向个死小子行情啊！不为师了。不让为血在了海了。哦。那么啥个是你来不是个呀？哎。像意思么，总是小公跟你干不？哎，不是自家养么，也是不闹闹的呀。对关。那么吃哪弄法你的？哎。那么搿辰光我是接新人话，这个女三娘家毛头别个杀死一天。哎。
奶奶身上办的。哦，阿哥来喊我的呀。我喊你。半夜三更喊我起，我们迎娶奶奶夫人办。叫我去迎哪个？哦，去迎哪个？那么阿哥拿个去大人的斗山，天个早回来回个。我心情好听懂呀的呀。一今也忘记。哎，这两样么是送不让我是开哪的？已经到了做乡里呀。哎。那么今朝出来看龙的，我看见别人家手指下头才有回来回嘛。侬想到个啥么子？我去捏了手指了。哎。这还是你读的。哦。你读么？这还为你读啊？那么个啥说话嘛？不客气噻，大哥。奶奶听说，这张鸟心里三狗身呐。三狗身上想位于大人斗山，上头为不善事。第十多万，搿只肉心里那三狗身上背是搿个三狗男人养了外头听不学，都弄不懂。记得搿个三狗男人养了外头，上天不送到屋里来，把了同样土的。娘娘走你的为不严谨，随手男人不出么为三辈，那么看上去搿个三狗中了队伍地里呀。搿哪怕我家长带着一人一半，三管我一半走来。门口，大娘是，收正这相同今在何处？哎呀呀，你都讲人家男家家这个家，哪来？门子坏了坏门先，侬这刚刚在天亮刚走。哎呀，辰光再了海了呀！你是娘，三个人。多么在你个男个也出来吃药饭，吃不上这药饭要单个呀。哎哟，分别个你要讲呢啊，三个呢？随便哪不讲我要走起的。我再来说的是这样的哦，不讲不娘的这个。不要讲讲。快点讲。那么现在讲我这样就讲。现在是玩。哎，啥在想出话的啥？快点讲，三个人。三个人嘛，阿哥白子走来说是讲，你怎么来上都40年噻，不是要侬搿三侬还要欢喜个啦。哎，一年都要得了子。哎。做啥样不行路噻？好。从此做事都地大领啊，叫啥个你知道？两间皮房子杀得金蛋光啊！你知道你20万一个不当心，公费一盆一没房子没得的呀？什么公了费了？一盆一房子呢？12万你也懂了？12万懂管？公。费一盆一房子没得呀？什么公了费嘛？一盆一房子嘛没得，房子哪会没得呢？你12万也懂了？12万懂管？也懂了。公费一盆一。出个后上太个在。哎，这个是只哈你都是我不够说的。李德海为是京东娘娘吃了喝了，好得喝那个喝也不够说。家破反悔。一盆一房子没得的嘛。哦哟，后上太个在，那么原来哪年？原来大概70年。你阿哥发出门寻出灵公山头是大衣裳灵你叫是在哪个？功夫落菜。那哈？肯定是打得枪子呀。那哈枪？门口几个人。哦。来自山东新市济州卡灵香儿美去最是香灵山东济州卡人新市的还欢喜山路。刚好侬山路把了来里向，趁三个几活动我人子充满几活。三个举金6两180两银子，马特给。哦，马特个的。恰知大金16在岭一去是金性命亡灵不是贪婪不是大灵我们说今日非是路上快点放我走山当我怎么哪个娘走怎么京东娘娘听我们做你的话讲，我总当是这个三个拉队伍的，加上现在这个三个就马特，马不拉一个最高人，山东人新市做纪律上去，
山东上好举高头，新4个人叽叽呼呼，赶我烧上好几声。娘娘实在受不了，要哭出来，立起身来，脑子把手指忙成一下，噔。来忙里下去嘛，方来雨说嘛，晓得娘娘去哭，要求求啊！刚才只晓得那3位主席你谁来搞？就说打死我的阿妈娘姨，统统在忙里下去，外头摆了一口子，哪3家外口走的？他身为最白玉的再上来，你不记得不错，张不明白。这金家里人说啥讲的，那只能够等。就说京东娘娘一到房间里向好的大哭，那是男人不是讲你3本，那么讲人家哪容啥呢？放来的那部比较经秋里帮过在心。说娘娘2天这个女人是小奴新郎，外头还包一大人的斗山水的，搿浪还有许多事。还这个女人搿些斗山拿得来，你来看，做心一口就还明白。都要到地浪上然后师兄无忌，搿个小奴哪行的？那一哭那不记得。搿么娘娘说我在托子难吧？放来说这样个把手指不记得再还搿个女人。如果那娘娘还要背把手指不离大的对的，否则难听想吃光不人家手指。要出凶名声，海里拿起斗山来嘛，那娘娘总也要背着衣裳不离，手打的对的。是刚刚这个女儿听我口里地价更多，不离讲出去不大好，不是2银子不离。而且娘娘说那边当来熟的，那不离金子好，不关我事，我等来回应。那么放来的还马上开箱子，要进拿京东娘娘的手指，京东娘娘的手指才是好好。再去开箱子去拿起衣裳嘛，蛤蟆吐丝了，从拿个包裹上一打嘛，分口一口，有14说个皮肤。那么那海里抓子哪弄法呢？另外3拿是2人这么大我的阿妈娘姨出来的，只三加一口从手来着。啊，你都来着？哎呀，真是不热的噻。啊呀，对不起啊。别客气。那，这把手指呢？做啥讲？那把手指你娘娘也在，等你点一把。该把当我的啊？哎。看，萝卜还讲，是个不好吧？哦哟，那得是好的。那不是好讲。东国呢？香港关。西国家。对香关。你在东的，西的呢？自动关。金家。是。我操来我们都金子笼子个哪想？不是叫金家里不清楚。收拾什么呀？收拾啊？哎。但里家是好的，虎怕个伤的，你到我里贴隔壁来，有没看大张的？好那个虎怕1500分量的，东莞。什么呀？炮管。你是我们的一好的嘞，什么事啊？炮管。好怕的。哎，这个是哈，你都是我东北是狗血的。那，唯一衣裳哪里来？啊，做啥家？那刚才2是个嘞，3个身浪向为的大人斗噻。习惯。哎，那么你娘娘一再拿出来看。哦。那么等你第1件，哪个件呢？不难呢。你都让我拿得来还这样？2万，但是拿那衣裳。啊。等你第1件啊。可是真正要还啥子？别客气哇。啊。那给到位是2银子。啥的家？娘娘是给背在押金的。啥叫背在押金家？4块谁不懂的呢？别得你懂花头。那为此来刚正的自家跟动嘞，不能是2银子。那比跟动1银子个家？那金家里规矩。哦，金家里是讲规矩噶。哎。哦，这次跟动是2银子噶。哎。那么等一下出去的跟多一个家？那是不知道。那不知道。哎。啊，那么我提着啊。哎。斗山我送得来还早。哎，来别说话。啊。你差个阿哥兄弟跟他去弄哈。跟我去的。哎，你不能糟糕。啊。不能糟糕，你也是啊。啊。不能糟糕啊。不大子。哎。我说啥个呢？哎，是严警官。啊。你谁要我出来啊？放来马上快叫口语们个精心，定能够的。大精心啊，你都是来跟那个女人走起，送礼走起。外地都在去拿得来，确定啊！这个女人只要开箱子拿出来一颗8家来就让卖地行情啊，过到内外的拿当不出去，抽一把票不离走啊！一抽进家里讲人家在抽光，听我说，听哪他拿来？来拿子都在前头在去当听口，还有家事同样系统有人安排队伍，这个老板叫主席其实俺多来当听，而且门当是人人听赏，娘娘下来要这个你们要来去喊个，进行有什么？大海拿朱三角送到屋里向嘛，朱三角去开箱子。16年前啊，这些斗山又不抓个翻到箱子底下，
拿出来一看，么顶怪八家来去，搿浪卖点行情啊，你得不客气呀。老子当面本带要想去搓腿部，你说下？啊，我得想搓腿部啊！啊，对不是对不？好哟，不能搓个。今朝你讲人家不来搓光，来，那他的嘞？不眼睛管你随便给我搓，哎，一拉他一喝，来呢。怎么这难为的？不眼睛管，那么来做些我吃我问的。啊，别客气别客气，够你来够你来。啊，哎呀，那么来最好啊。哎呀，够你玩啊！最好啊。打出来，一年年上好啊，我来做新来看个，一看到美哈人家。门前两颗豆子，市场下两个神球球，但我大衣裳不做头用的，几喊，放来关转我讲，我要去当天个知县去了东家通，进行一大路过来到东家通一看嘛，一开盖被队伍的，在过节里向一男一女两家头单家被吃药饭，男人不扎人家知县去，再还问个谁？我门姓年纪轻的人不大晓得，你手上有16年的呀，一看嘛钱。队伍的下不对过门里头送个lap套，进行打过来一看，这个laptop哪的哩？5个里天桥红角楼呢？一看2万头500人们一了一过来，好不laptop红角楼，角楼里向不是太极，鸡大是鸡里养4招3鸡，上铺把那最高人打什么的养了角楼里，而且不会闷杀。年纪大的爱哈拉他，也不晓得啥人，啥人啊？好不啊？我声音听不出的。那他个脾气蛮别个，哪里被也听出来了。啥媳妇？哎，好不那个你都是对领个在公眼睛呢？啥戏呀？哎，今日就来个。今天走一定我一直那里收追问，好上点，少年。我们多娘小心海内走个。哎，只要没我这个呀嘿。我拿我个儿子的分手。今天像我哪晓得？哪个你真哪晓得？好点么老的？哎，只要我先走，你没走哎。不过还有2桩代价来着。今些人就聪明，懂得问2桩代价为2桩矛盾，儿子唱戏个，哪是领的？哎，对个，为2桩矛盾唱这个也走在。该唱我儿子个活龙了哈。好。哦哟，个赵火龙是真正呱啦啦一唱一喝，一出单位，一出训字，真正唱10个字，哈，实在很呱啦啦。2日上媳妇。上媳妇。不对哪里去？哪了？我个儿子唱戏儿，带个男唱起动面来。也是跑得太稳了噻。还不啊？那儿子唱戏带我哪不晓得？进来唔听的，还不啊？走来做什么别去说的哦。啊，要唔听的。啊。家里向么母鸭做，吃嘴，搿只喉咙气疼。哎呦。那么该唱动面。哦。哎，就说记得你吃个午饭呀。哦。唱子动面就说来这个灵呀。哎呀，来这个灵。啊，你该去说的呀。哎。该唱动面。哎是呀，今天周日的我要问问李仔，在娘里问我去，我要把你逼杀在。好不啊？我问啥来看？下个带个队伍队里向那个一男一女来吃药饭，这个男人啊，阿家几点去啊？没劲。是噶。哦，那地区杀气灯，侬就回去通。哪了？路头是过些阳山鱼搞子，穷个辰光侪忘记。今朝里说难过。刚刚人家侪怕有。哦。虽然该正我当。哦。你晓得我顶欢喜。啥那个车的？是嘞。哦，是这去。怎么好不啊？阿玉讲是16年的，你口要是回转来同样偷身上个儿子。阿玉讲啥？你哪晓得？还不能得猜看喏，我哪晓得个喏？不要猜多。那？你都娘讲不能听。哎，是呀，没讲不我听的呀，不是我哪晓得？你也晓得，你都娘哪晓得？没哪晓得了。我讲不你都娘听。别讲嘞，我在还不讲，不是妈哪会晓得呢？有讲是个。哦，有讲是个。小侬跑到屋里向。哇啦，海老娘高装大礼通当不人死人。关你啥事？有讲是。有讲是个，对个，真哈是啊。那么阿有讲是有个三个金子妹妹，一家人家弄得天地不得，队伍里么烧脱了，这下就没发起了。阿有讲是了。你哪晓得？看我那猜看喏，我哪晓得个喏？中多娘讲。哎，是要妈讲的呀嘿。你也晓得你多娘哪晓得？我哪晓得？我当你多娘。哦，有时还不是讲，哦，有对。你讲是。哦，
哎哟，或者是王啦王啦，还人子小养在，人子小养在。有家是有家。哦，有家是搿的一对啊，有家是搿。咁么还有家是原先那个日脚实在公不落了，拿个三官卖脱，卖不来个最工人、山东人、新西做建材生意，刚好拿个三官报了江南里村9斤6两150两银子，还不还有讲啥？你哪晓得？我们人没讲过。你都娘哪晓得？那么中又是你还不是怪？不对，哪里晓得？哪能？你还是上西瓜。双数啊！小奴报了来里村9斤6两重150两银子，我也不晓得，你都娘哪晓得？这那么也是的，你也不晓得哪晓得？那么金星啊，你也回头最后我门上嘛，你回头啥人呀？你做你往事，我也门外我在门上快点追嘛，叫啥不走神来忙中闺蜜。啊，小西瓜，我也不晓得你都娘哪晓得？小西瓜。上去，来他也好了，不信任的。你是样嘛，不是上西瓜，一门子。晓得我说你有道叫为30天动力，现在谁来看看到底今朝要的来东西的？我女婿我儿子拿他去动面来是不对来的。然后他马当归这里向新屋是今朝要的向你大家不要碰啊！棒棒，看上去谁要来推？那个老太昨天推压的分也侪是精心害人的。后山拿出去，那么娘娘关在牛山上是就欧当人娘们听听我话。